Hello， 大家好，我係 Tony。嗱，我現時所企嘅地方咧，就係深圳嘅14號線坑子站嚇，就呢個站。OK， 咁啊，大家睇到呢個位置咧，咁啊應該估到咧，我今日想同大家推介邊個屋苑㗎啦。冇錯啦，我今日想同大家推介嘅屋苑咧，就係離我哋呢個坑子地鐵站咧2公里嘅屋苑，就係我哋嘅大華悅庭啦。嗱，冇錯啦，咁啊望翻呢個大華悅庭咧，嗱唔單止靠近我哋嘅深圳坑子站啦，亦都靠近我哋深圳沙田地鐵站嘅。而且咧，呢兩個地鐵站咧離我哋屋苑咧直線距離2公里嘅啫嚇，門口有專線巴士咧直達我哋嘅坑子地鐵站嘅。而且呢個坑子地鐵站咧離我哋現時坪山嘅坑子商業中心咧非常之近嚇，由呢度行過去咧大概5分鐘咧就可以去到坪山嘅坑子商業街啦。嗱，裏邊有我哋嘅影展會啦，同埋係金田購物廣場啦、女人世界啦等等嘅，所以話咧行街去睇戲食飯 shopping 啊，相當之方便嘅，就喺度行過去5分鐘嘅啫嚇。好啦，今日節目時間之後，大家過去望一望呢現時坪山嘅坑子商業街啦，望一望裏邊嘅配套到底係點樣。睇完咗之後咧，咁我帶大家過去望一望呢現時大華悅庭賣緊嘅所有戶型，望翻佢間隔、裝修同埋景觀，以及係最新嘅銷售方案到底係點樣嘅。OK， 咁我哋轉頭見啦。嗱，現時我所企嘅位置咧就係坑子地鐵站嘅 B7 號啦嚇。咁啊嗱，門口個巴士站咧嚇有專線巴士咧翻到我哋嘅屋苑嘅嚇，大華悅庭屋苑。就係邊度咧？就係呢個 M136啦嚇，就呢個巴士線路。嗱 M136咧，由我哋嘅坑子大窩總站咧翻到咧我哋嘅深圳地鐵14號線沙田站嚇。OK， 嗱咁啊經過呢個坑子地鐵站嘅。嗱而且咧由我哋呢個地方咧嚇2個站咧就可以翻到我哋嘅大華悅庭嚇，就係我哋嘅白石客運站啦嚇。嗱呢個就係我哋大華悅庭門口嘅一個客運站啦，所以話咧呢度交通相當之方便嘅。OK， 嗱而且咧嗱由呢個坑子地鐵站咧大概咧行5分鐘咧就可以去翻我哋現時一個坑子嘅一個非常之旺嘅一個商業街，就叫做坑子商業中心啦嚇，商業街啦。嗱裏邊咧有我哋嘅影展會啦，同埋金田廣場啦，以及係女人世界啊等等嘅一個商業配套嚇，所以話咧行街睇戲食飯 shopping 咧係相當之方便嚇。嗱而且咧平時嘅話咧嗱由我哋嘅大華悅庭咧坐巴士咧過到嚟咧大概咧2個站就到達噶啦。如果係滴滴嘅話，亦都非常方便嚇。咁啊5到10分鐘咧就可以翻到我哋嘅坑子地鐵站啦，或者係坪山嘅一個商業中心嘅。OK， 好啦，呢個就係一個坑子地鐵站 B7 口嚇。OK， 嗱由呢度過到去咧嚇，咁啊大概行5分鐘咧就可以去翻我哋一個坑子嘅商業中心嘅嚇。OK， 咁我而家即刻帶大家過去望一望咧呢個坑子嘅一個商業中心，睇睇佢配套到底係點樣嘅。往前飛，最重要開心就好，忘記煩惱，宇宙很大，人飛翔，滿載歡樂揮航，闖一闖，讓我們闖一闖，我們只需要比天還高，雲啊輕輕飄過來，夢中輪廓一點點透露出來，飛吧飛吧，飛過黎明和夜晚。啦啦啦啦，風它輕輕吹過來，夢像翅膀流進天空中劃過，穿越時空，回到這夢想的地方。嗱，我現時所企嘅位置咧就係深圳嘅坪山坑子嚇，冇錯啦，呢個就坪山坑子最旺嘅一個商業街啦。咁啊呢度咧由我哋嘅坑子地鐵站咧行過嚟咧，大概咧5分鐘咧就嚟到呢個坑子最旺嘅商業街嚇。咁你見到咧嗱。由我身後呢個咧就係坑子最大一個商場咧，叫做影展會啦。嗱，咁啊呢排咧基本上都係啲食肆啊、茶飲店啊、coffee shop 啊諸如此類啊嗰啲民生配套咧，同埋係嗰啲底商啊咁樣嘅。嗱，包括埋對面嘅女人世界啊嚇，咁有啲品牌店啊，以及係嗰啲嗱見唔見到呢個金田影食廣場啦咁樣啊。所以話咧平時咧過嚟呢度咧飲嘢啊、食嘢啊、行街啊、睇戲啊都相當之方便嘅。好啦，今日接落嚟時間即係帶大家過去望一望咧，大華悅庭咧現時賣緊嘅所有戶型咧，望翻佢間隔啦、裝修同埋景觀到底係點樣嘅。OK， 咁我哋轉頭見啦。嗱，我現時已經入到嚟咧大華悅庭嘅營銷中心啦。咁首先同大家睇一睇咧呢個大華悅庭嘅成個沙盤模型先嚇。
咁你從沙盤模型可以見到咧，呢個大華悅庭咧，咁啊總共咧分2期發展啦，總嘅棟數咧得10棟嘅啫嚇。OK， 嗱咁啊1期咧由我哋嘅1到8棟啦組成啦，咁啊2期咧有2棟就係9同埋10棟噶啦。OK， 嗱咁啊再望翻咧，咁啊現時咧佢賣緊嘅咧就係我哋嘅嗱1棟2棟咧同埋7棟8棟咧，基本上已經封頂噶啦。咁啊另外仲有咧6棟咧準備加推嚇，咁啊預計咧3、4月份咧就可以加推噶啦。嗱再睇翻佢現時賣緊嘅戶型啦，由我哋嘅75平方啦，到係101平方嘅3至4房單位嘅。OK， 嗱咁啊同大家講講咧現時最新嘅一個銷售情況嚇，銷控情況先。嗱咁啊現時賣緊嘅咧嚇，剩低咧就係2棟嚇，就呢個位置。OK。嗱2棟嘅75平方嘅3房單位嚇，咁啊就係呢2條腿啦嚇，就呢個戶型，就呢兩條腿，就係呢個75平方嘅呢2條西南方向嘅 ，OK， 咁啊同埋咧我哋嘅7棟嘅86平方嘅就呢個位置嚇，中間呢條腿嚇86平方嘅，同樣咧亦都係西南方向嘅3房2次單位 ，OK。咁啊，另外咧，仲有一個101平方嘅一個大橫廳嘅一個間隔，咁但係101平方嘅貨量唔多嚇，貨量唔多嘅啫，但係都仲有得揀嘅。OK， 嗱，咁啊嚟緊咧，可能係3、4月份啦，咁啊3月嘅尾啦，或者係4月中啦，咁就會加推我哋嘅6棟嘅嚇，6棟就係呢個位置。OK， 嗱，再睇翻呢個大華悅庭嘅賣點啦，其實有幾個非常之明顯嘅賣點咧。首先咧就呢個一線臨深啦。嗱冇錯啦，呢個屋苑咧離深圳咧500米嘅啫，非常之靠近我哋嘅一個深圳嘅。咁啊，而且咧亦都係一個雙地鐵口咪要行嗱，靠近邊個地鐵口咧？就係我哋嘅沙田地鐵站啦，同埋係坑子地鐵站嘅。嗱咁啊，由呢度咧嗱，由我哋呢度位置咧嗱，我哋呢度咧就喺我哋嘅白石汽車站啦。咁啊，由呢度位置過到去坑子地鐵站咧，2站就到噶啦。坐我哋嘅 M136巴士咧，2個站咧就可以到翻我哋嘅坑子地鐵站啦，所以相當之方便嘅。好啦，咁啊現時已經上到嚟咧大華悅庭嘅精裝示範單位啦。咁啊，首先同大家睇翻個75平方可以做到3房2廳1廁嘅戶型。OK， 嗱入到嚟咧，首先望翻左手邊呢個位置咧，佢有一個凹位咧，現時咧做咗一個到頂嘅組合櫃啦嚇。咁啊，所有嘅交樓標準咧都係有一個櫃嘅嚇。OK， 好啦，咁啊入到嚟望翻佢呢個開間嚇，望翻佢呢個戶型咧，佢呢個係75平方嘅一個豎廳設計嚇，豎廳設計，而且呢個咧向西南方向嚇，向西南位。嗱咁我哋望翻佢嘅開間嚇，呢個開間有3.3米嘅開間，再望翻佢嘅飯廳，現時擺個4人位嘅餐台咧，其實相對嚟講都比較闊落啦。嗱，見唔見到？我拉出嚟呢張凳拉出嚟之後咧，仲有位可以走盞啦，見唔見到？嗱，呢個廚房位置啦，係咪先？都 OK 嘅嚇，相對嚟講都唔會覺得好逼結嘅。好啦，咁我哋望一望呢個廚房啦。嗱，你無論佢係75平方又好，或者係佢其他嘅戶型好，佢都係將呢個雪櫃咧預留翻做一個雙開門雪櫃嘅位置啦，見唔見到？嗱，呢個75平方。呢個位置正正好可以擺一個咧雙開門雪櫃位嚇，相當之靚仔嘅嚇。OK， 嗱咁啊再望翻咧，現時咧做咗一個 U 型設計嘅廚房啦嚇，咁啊望落咧大概有2個人多啲嘅身位嚇。好啦，咁我哋望一望咧客廳啦嚇。嗱，今日呢個3.3米嘅開間咧，相對嚟講雖然係話細細地，唔算係好闊落，但係望落咧其實都唔會好逼結喎。嗱，現時擺張梳化啊、茶几啊，做埋電視背景牆啦嚇，咁啊整體空間感都 OK 嘅嚇，都係 OK。因為呢個本身係上車盤，但係咧，我覺得都係夠用喎嚇。好啦，咁啊3口之家都係夠用，我覺得嚇。OK， 咁啊出嚟望一望呢個露台，同樣呢個露台咧，亦都係3.3米嘅一個長度啦，3.3米，而且呢個咧向西南位啦嚇。咁啊向西南位嘅，咁啊其實相對嚟講咧，景觀亦都比較開揚嘅嚇。OK， 好啦，咁我哋望一望裏邊啦。嗱，啱先講到呢個係可以做到3房嘅戶型啦嚇。咁我哋入去望一望裏邊嘅間隔到底係點樣？嗱，入到嚟，首先望到呢個咧就係佢嘅叫做洗手間啦，係咪先？咁啊現時咧做咗一個分段式設計啦，佢將呢個鏡櫃同洗手盆咧放喺外邊呢個位置啦。呢個好處就係話咧就唔使話咧你刷牙洗面嗰時候咧同人哋爭廁所用，啱唔啱啊 ？OK， 好啦，咁啊再入到嚟咧，中間位係一個馬桶位啦，跟住再過嚟淋浴區。嗱，75平方做到呢個乾濕分離咧，我係同佢點翻個拉啦，冇錯啦嚇，確實係唔錯嘅嚇。嗱，呢個係標準嘅淋浴區喎嚇，標準嘅乾濕分離啦嚇，見唔見到？啊，包括埋佢嗰個
咁樣嘅隔斷啦，叫做嚇，我哋叫做玉屏啦，係咪先？呢個玉屏都有嘅嚇，都係交樓標準，一陣帶大家望翻嘅嚇。OK， 嗱再望翻佢呢個淋浴區咧，大概有2-3個人身位嚇，都係唔錯嚇，都 OK 嘅嚇。好啦，咁我哋望一望隔離啦。嗱咁洗手間對面咧，室內咧左手邊仲有一個房嘅嚇。嗱呢個係一個細房嚇，呢個細房，但係咧望落都可以擺一張米二床嚇，米二床咧出到嚟仲有位咧，擺個寫字台啦嚇，呢度可以做翻到頂嘅衣櫃都 OK 嚇，或者咧可以擺做翻個梳妝台都冇問題嘅，床頭櫃啊、梳妝台都 OK 嚇，所以話咧呢間房都 OK 嚇，都 OK 嘅嚇。好啦，咁我哋望一望裏邊啦。嗱咁啊過到嚟咧，對面仲有一間房嚇。呢間房咧比我哋啱先嗰個細房咧明顯大咗啲嚇，因為咧現時出到嚟咧亦都係米二床啦嚇，米二床咧佢仲有位咧擺翻個床頭櫃嚇，呢度做埋呢個寫字台或者係梳妝台，呢度仲有位做翻一個到頂嘅衣櫃。咁啊呢個咧空間感咧明顯係比我哋嗰個細房咧係闊咗啲㗎啦嚇，而且呢個位置咧向西南方向嚇，向西南位，同我哋露台個方位一模一樣嘅嚇。OK， 好啦，咁我哋望一望主人房啦嚇。嗱入到嚟咧，首先望到咧就係我哋呢個衣櫃啦，係咪先？冇錯啦，佢呢個有個凹位啦。嗱呢個凹位咧其實可以做翻衣櫃㗎，或者咧你到時後期咧可以呢度做翻一個櫃，一個曲角咁樣都 OK 嘅嚇。OK， 咁啊再望一望裏邊嘅間隔。嗱現時咧佢又係擺咗張米半床嚇，2個床頭櫃都可以做到3邊落床。其實咧如果你係唔想要呢個床頭櫃嘅話咧，可以將呢度咧做翻到頂嘅衣櫃都 OK 嚇。咁啊亦都可以利用翻呢個位置，係咪先？嗱冇錯啦，今日再望翻呢個位置咧。呢個有個飄台啦，咁啊可以利用翻咧做翻呢個休閒區啦，而且呢度咧有個凹位嚇，咁可以做翻到頂嘅立櫃咁樣都 OK 嚇。而且呢個位呢個方位咧有個大嘅近落地玻璃窗咧，同樣亦都係向翻我哋呢個西南方向位嚇，向望呢邊嘅嚇。嗱，咁啊再望翻呢個戶型咧，呢個係現時大華御庭一個上車盤最細嘅即75平方，但係咧佢都可以做到3房，所以話佢實用率係比較高嘅嚇。咁啊總價亦都唔係好高嚇。總價70萬，月供2-3千蚊就可以搞掂嘅上車盤。一線臨心嘅地方就可以買到地鐵盤啊，而且帶埋全屋精裝修，高端嘅裝修，所以話咧有性價比嚇。OK， 好啦，我哋再嚟睇睇一個101平方，現時做到4房2廳2廁，而且係大橫廳間隔嘅戶型。嗱 OK 啦，入到嚟左手邊呢度咧係一個洗手間，呢個客廁嚟嚇，俾大家望翻呢個客廁。嗱呢個客廁其實都比較闊落啦，見面到啦。咁啊鏡櫃咧，而且做到一體式嘅鏡櫃嚇，到呢個位置啦嚇。嗱洗手盆呢度再過到嚟。咁啊，淋浴區嚇，淋浴區都比較闊落嘅啦，見唔見到？大概有2-3個人嘅身位嚇，而且咧呢度有個飄台咧，可以擺啲毛巾啊，同埋係洗頭水啊咁樣嚇。咁啊，但係咧呢個貼心咧就做咗啲層架咧，亦都可以擺翻洗頭水啊、沐浴露咁樣嘅嚇。所以話咧呢個客廁係唔錯，而且呢個客廁咧就喺我哋正入門嘅地方嚇，上廁所咧就唔會影響裏邊瞓覺嘅，晚黑就好方便嚇。好啦，咁啊再望一望對面啦，對面一個玄關位啦，到咗一個到頂嘅組合櫃啦嚇。咁啊全係標配都有組合櫃嚇，呢個係比較好嘅嚇。無論你佢係75又好，86又好，或者係101平方又好，入戶都係一個組合櫃咁樣，呢個係交樓標準嚟嘅。OK， 咁我哋再望一望裏邊嘅間隔。入到嚟咧再望翻呢個位置啦，呢個有一個書房位嚇，呢個書房位。嗱呢個書房位咧，佢係點樣咧？呢個係一個大橫廳間隔，主露台向南邊嘅。但係我呢個位置咧，呢個書房咧係向北邊嘅。如果咧你係想做翻南北通嘅話咧，咁啊你可以將呢個咧就唔使封門嚇，唔使做門嚇，呢度位置唔需要做門咧。咁呢個咧就喺北邊嘅書房啦，或者咧做翻飯廳都得㗎，睇你點樣設計啦嚇。OK， 所以話呢個係北邊嘅戶型。嗱呢個咧係向北邊嘅落地玻璃窗啦，打開窗之後咧，咁啊同呢個南邊兩邊打開啦，形成一個南北對流嘅間隔嚟嘅。OK 啦，嗱咁啊重點係睇翻呢度咧，呢個係一個大橫廳間隔。嗱冇錯啦，咁啊呢個咧整體嘅深度咧嚇，咁由呢個位置咧到電視背景牆嘅位置咧有5.8米嘅深度嚇，5.8米嘅深度，而且望翻佢開間咧，呢個係3.9米嘅開間，呢個大橫廳嚟嘅。咁啊亦都係咧現時大華御庭咧最豪華最大嘅一個積嚟嘅嚇。好啦，今日再望一望裏邊嘅間隔，嗱呢個咧就係佢嘅廚房位。嗱現時咧見唔見到呢個 L 型設計嘅廚房，而且咧嗱你望翻佢所有嘅戶型咧，佢基本上咧都係做翻咩咧？做翻一個預留翻一個咧雙開門雪櫃位嚇，就呢個位置嚇。你無論細積又好大積又好，都係一個雙開門雪櫃位嘅。嗱而且望落咧，我企喺呢個位置啦，嗱向左邊咧、右邊咧、前面咧都係大概2個人嘅身位嚟㗎。OK， 好啦，咁我再望一望裏邊啦。嗱咁啊呢個客飯廳出到嚟咧，就係佢個大露台啦嚇。OK， 嗱望翻佢個露台咧，同樣亦都係5.8米嘅大露台嚟嚇，非常之闊落嘅嚇。OK， 嗱呢個係主大露台，主露台嚇，向南邊嘅嚇，向南邊望邊度咧？望內園嘅嚇，望到我哋成個內園嘅，非常之靚仔。而且咧，因為呢個大橫廳咧係現時呢一棟咧就得一套嘅啫嚇，就得一套。
因為本身佢兩梯5火嚇，咁啊兩個75，兩個86咧，一個大橫廳101平方，所以得一套嘅啫，所以話咧貨量唔係好多嚇，就收費有手慢冇嚇，所以就賣得比較好嘅嚇。OK， 好啦，咁啊再望一望裏邊嘅間隔，嗱咁啊再過到嚟咧呢個位置咧，中間係一個客房嚟嘅。同樣呢個客房咧，佢係利用咗呢個飄台咧，做咗一個榻米啦，7到嚟米二床啦，仲擺埋床頭櫃，跟住咧仲有位咧做翻呢個寫字台啊，跟住可以做翻到頂嘅衣櫃咁樣。嗱，望落咧呢個空間感都唔錯，因為呢個咧我哋做客房又得，做翻兒童房都 OK 嚇，比較闊落嘅。好啦，咁啊望一望裏邊啦。嗱咁啊再過到咧，裏邊仲有2間房，因為本身呢個係4房單位嚟嘅 ，OK。嗱望一望呢個位置。嗱呢度咧同樣有個客房嚇，咁亦都係有個飄台啦，可以利用翻嘅嚇。咁啊再過度咧，2個床頭櫃咧，米2床都可以做到3邊落床啦，係咪 ？OK， 咁你仲有位做翻到頂嘅衣櫃，所以話呢個係標準房嚟嚇。嗱咁我望翻咧嚇，再望一望嗰個主人房啦嚇。嗱呢個主人房咧就係有少少特別，因為點解咧？因為本身佢係南北通間隔嘅嚇。首先望翻佢裏邊先嚇。咁啊兩個床頭櫃咧，仲係擺埋個米半床啦嚇，可以做到3邊落床，而且呢度有個飄台係咪先？亦都可以利用翻做翻休閒區咁樣嘅嚇。OK， 咁啊呢度咧亦都係向南邊啦嚇，望出去係望南邊望內園嘅。OK， 嗱咁啊再望翻佢呢個位置嚇，呢個咧就係佢嘅衣帽間嘅位置啦嚇，見唔見到？呢個衣帽間可以做翻到頂嘅衣櫃啦嚇，同樣亦都夠晒位嚇。OK， 呢個套廁咧同樣係一排嘅組合櫃啦，咁啊落到嚟咧仲有位做翻呢個洗手盆啊、馬桶啊咁樣嚇。嗱，再過嚟望一望佢嘅淋浴區，亦都有2-3個人身位嚇，所以話咧，你再望翻呢個戶型啦，101平方啦。首先佢係大橫廳間隔，咁啊大家都比較中意嘅大橫廳間隔啦，而且亦都係百變大橫廳嚇，可以做翻南北通又好，或者係大橫廳都 OK 嚇，或者係2個同時兼用都 OK。而且主露台咧向南邊5.8米嘅大露台嚇 ，OK。咁啊再望翻佢嘅洗手間嚇，望翻佢洗手間都比較闊落啦，無論佢嘅客廁又好、套廁又好，都係比較闊落嘅，而且咧呢個房都比較闊落嚇。咁啊101平方可以做到4房嚇，所以得房率都比較高嘅。重點係咩咧？重點係佢現時咧成棟樓嚇，成棟20幾層嚇，裏邊只得一個戶型係101平方嘅嚇。所以話咧，如果中意大橫廳嘅朋友嚇，現時咧仲有啲少量保留單位嚇，咁啊有興趣嘅話咧，不妨咧聯絡 Tony 啦，過到嚟睇樓嘅嚇。OK， 好啦，今日睇完我哋嗰個75同埋101平方嘅精裝示範單位咧，再帶大家望一望一個86平方嘅一個3房2廳2廁嘅戶型，呢個係交樓標準。全系嘅交樓標準同呢個係一模一樣嘅 ，OK。嗱，咁我哋入門首先睇睇呢個位置先，呢個就係佢嘅門啊，全係標配呢個鋼門嚇，全係都有標配呢個鋼門，而且咧佢呢個電子智能密碼鎖咧係一個 Sakura， 亦都係櫻花嘅一個電子智能密碼鎖嚇，3合一電子智能密碼鎖嚟嘅 ，OK。嗱咁啊，再望翻佢右手邊呢個玄關位啦，呢個玄關位咧都係做咗一個到頂嘅組合櫃，全係標配嚇，無論你係75又好。86又好，或者係101又好，都係有咁樣嘅門配翻俾你嘅 ，OK。咁望落都比較高端嘅嚇。嗱好啦，咁再望翻個裏邊嘅開間嚇，呢個86平方嘅開間有3.6米嘅開間嚇，3.6米相對嚟講都 OK 嘅。嗱咁啊，佢嘅天花嘅造型咧，全係標配都係雙眼皮嘅天花造型嚇，雙眼皮天花造型，而且咧兩邊都做翻啲筒燈咁樣嚇，見唔見到啦？做翻筒燈啦嚇，咁啊望落都比較現代、比較簡約嘅嚇。而且咧，全部嘅牆身都係白色嘅牆身啦，包括埋呢個瓷磚咧係蒙娜麗莎嘅瓷磚嚇，蒙娜麗莎係國內一線品牌嚇，蒙娜麗莎嘅瓷磚，而且係80×80嘅灰色瓷磚嚇，望落都比較襟睇。包括埋佢地腳線踢腳線都係呢種，同我哋嘅門嘅顏色一模一樣嘅嚇，都係咁樣襯翻呢個色比較協調嘅。OK， 咁我哋望一望廚房啦。呢個廚房咧全係標配都咁樣嚇，呢個趟門嚇，呢個正式嘅趟門，望落咧比較高端嘅嚇。OK， 咁啊再望一望裏邊嘅廚房。呢個廚房咧亦都睇翻咧，見唔見到？你無論75又好，86好，全係標配雙開門雪櫃位嚇，都係雙開門雪櫃位嘅。OK， 咁啊再睇翻裏邊啦。呢個櫥櫃嚇，呢個櫥櫃同大家講講，呢個係一個光面嘅一個櫥櫃嚇，光面就唔係嗰啲普通版嚇，全部都係光面嘅一個比較高端嘅一個櫥櫃嚟嘅嚇。OK 啦，咁再望翻咧佢3件套嚇。3件套即係咩咧？我哋嘅抽油煙機啦、煮食爐啦，同埋係洗碗機嚇。呢個係洗碗機 ，OK， 全部係老闆品牌嘅洗碗機3件套嚇。OK， 望落都比較高端，老闆品牌唔使我多講啦，大家都知道啦，一線品牌嚟嘅嚇。而且咧，除此之外咧，仲有一個咩咧？摩恩嘅水龍頭嚇，呢個摩恩嘅伸縮水龍頭好方便嚇。咁啊，洗菜啊，係咪先？洗碗啊，都好方便嘅嚇。而且咧，佢仲有咧，全部都標配埋我哋嘅2口淨水器嚇，2口淨水器俾大家望一望。
咁啊，你收樓之後咧，唔需要再另外買淨水器噶啦，直用就得噶啦。包括埋佢水龍頭啊，即係嗰啲熱水爐、水龍頭都要幫你預留好晒噶啦嚇。OK， 嗱好啦，今日我哋再望一望啦嚇，望一望呢個戶型。嗱裏邊嘅話咧，嗱基本上嗱全屋嘅話都係有嗰啲緊急掣啦嚇，呢個位置嚇全部都有緊急掣嘅，呢個標配啊。客廳同埋我哋嘅主人房都有呢個緊急掣嘅，包括埋佢嘅面板插座啦，全部都係德力西嘅金色嘅一個開關面板插座嚇，望落都比較高端嘅嚇。OK， 而且咧呢個86平方咧，同樣亦都向南邊咧望翻我哋嘅內園嚇，正正望到個內園嘅嚇。OK， 嗱咁啊再望一望佢呢個，露台嘅門啦嚇，呢個係露台嘅趟門，用翻雙層中空玻璃嚇，雙層中空玻璃做翻啲咁嘅趟門，而且呢個係摺疊式嘅趟門。俾大家望一望嚇，嗱現時佢分咗3段啦，見唔見到嚇？3段啊，咁我而家一摺埋佢咧，嗱就唔會佔用空間嘅，見唔見到嚇？幾好用係咪先？咁啊咁樣摺埋咗之後咧，成個廳咧就比較好用嚇，光比較通風啦，比較光採光都比較靚啊，係咪先？啱啱先？唔佔用翻佢空間，所以呢個設計非常之靚仔，而且係咧雙層中空玻璃嚇。OK， 嗱同樣啦，呢個係86平方嘅一個戶型啦，佢露台咧同樣係向南邊啦，望翻我哋嘅內園嚇，望內園嘅嚇。OK， 咁啊景觀比較開揚，因為本身佢樓間佢比較闊落嚇，比較闊落，所以咧冇乜遮擋啊，望到我哋非常之靚仔嘅內園嘅嚇。OK， 嗱咁我再望一望裏邊啦。嗱咁我再望翻啦裏邊嘅一個間隔到底係點樣？嗱，首先望翻我哋嘅客廁先。嗱，全係標配嘅客廁就咁樣嚇。一排過到嚟嘅鏡櫃嚇，呢個鏡櫃咧做到篤嘅嚇，做到篤，非常之靚仔，比較高端望落係咪先？就唔係類似簡單嘅一個鏡櫃咧，佢係一體式通鋪鏡櫃。OK， 嗱咁啊再過到嚟咧，呢個係一個洗手盤，而且呢個洗手盤咧，佢衛浴咧用乜咧？用美標嚇，美標嘅潔具嚟嚇，美標大家知道係一線品牌，係全球一線品牌嚇，比較高端嚇。OK， 包括埋馬桶都係美標嚇，馬桶同埋我哋嘅花灑水龍頭全部都係美標呢個牌子嚇，一線品牌嚟嘅。OK， 好啦，嗱包括埋呢個淋浴區亦都用咗3層嘅摺疊嘅一個浴屏，見唔見到嚇？呢個浴屏呢個浴屏都係摺疊式嘅浴屏嚇，比較好用嘅，就唔係話就係咁推埋，係摺疊式嘅，比較好用嚇。OK， 包括埋啲毛巾架啊，都係有送埋俾你嘅嚇，唔需要另外再投資嘅。另外同大家講翻咧，佢而且咧全係標配咩咧？標配我哋嘅浴霸嚇，呢個浴霸咩叫浴霸咧？嗱，好似而家咁嘅天氣啦，比較凍啦咁，沖涼嗰時候開咗浴霸咧，成個洗手間咧就暖嘅，暖風嚇，咁啊好暖嘅，恆溫啊嘛先，就唔驚凍親噶啦。呢個設計比較好嘅嚇，冬暖夏涼係咪先？好啦，今日再望一望裏邊啦。嗱，咁啊呢個房間嘅交樓標準咧係點樣啦？首先呢個全部係房門都係全部實木門嚟嘅，包括埋佢嘅地板咧都係咁樣嘅環保複合木地板嚇，環保複合木地板 OK， 都比較高端嘅。好啦，再望翻佢呢個玻璃嚇，呢個玻璃全部無論房門又好、趟門又好，全部都係雙層中空玻璃嚇，比較高端嘅嚇。好啦，咁我哋望望主人房啦。我望望呢個客房先。嗱，呢個客房咧過到嚟咧，同我哋啱先嗰個係一模一樣嚇。呢個係3房嘅單位嚇。佢嘅交樓標準咧，同我哋中間呢個客房係一模一樣，都係環保複合木地板啦嚇，門都係咁樣嘅門嚟嘅嚇。OK， 好啦，咁我哋望一望主人房。嗱，過到嚟咧，望翻佢呢個主人房啦嚇。咁啊，呢個主人房嘅裏邊嘅套廁就係同我哋嗰個客廁差唔多，都係用翻美標嘅品牌嚇，美標品牌潔具嚇。咁啊，呢個鏡櫃咧同我哋客廁有少少唔同，因為呢個位置咧有限啦，所以只能夠做到呢個位置啦。咁啊，落到嚟咧，同樣亦都係咁樣嘅洗手盤啦嚇，馬桶亦都係我哋嘅美標品牌嚇，都係一線品牌，而且咧亦都係標配翻我哋嘅浴霸系統，喺上面裝咗浴霸系統，冬暖夏涼嚇。而家咁嘅時候沖涼咧，唔驚冷親，唔驚感冒嚇。OK， 好啦，咁啊再望翻佢呢個淋浴區。嗱，呢個淋浴區咧，因為本身位置有限啦嚇，咁啊有少少唔同，所以就變咗咁樣嘅做翻一個咁樣嘅浴屏啦嚇。咁呢個浴屏嚇其實都 OK 嘅嚇。咁每一個有少少唔同，因為睇翻佢嗰個裏邊嗰個積啦，睇翻佢空間咧，所以有可能有少少唔同，有少少類似，但係咧基本上都係有嘅，浴屏都係有，馬桶啊、洗手盤啊、鏡櫃啊都係有，都係美標嘅品牌嚟嘅嚇，毛巾架都有嘅嚇。OK， 咁啊再望一望裏邊啦。嗱，呢個86平方咧，同樣係一個大標台啦嚇，咁可以利用翻咧做翻榻米啦。如果利用翻呢個位置咧，7到嚟咧可以擺張米8床咧，仲有位做翻床頭櫃啦，擺翻床頭櫃做翻衣櫃都夠位嘅嚇。OK， 嗱呢個咧就係現時大華悅庭嘅交樓標準嚇，所有嘅戶型無論75又好、86又好，或者101平方又好，所有嘅交樓標準就係咁樣嚇。
咁啊，而且咧再望翻佢呢個戶型咧，呢個係一個上車盤中嘅所謂叫做改善戶型，因為本身咧佢嘅廳咧係比我哋75平方大咗少少，而且係兩個洗手間嚇，同樣亦都向南邊嚇，景觀比較開揚嘅嚇。咁啊，適合咧需要有兩個洗手間相處得稍為舒服少少，又唔需要花太多錢嘅人士嚇，呢個單位比較適合你啦。OK。好啦，我哋今日嚟到惠州一線林森嘅大華悅庭啦，同大家望翻咧現時賣緊嘅所有戶型。嗱，現時大華悅庭賣緊咧係75平方到101平方嘅3至4房單位。OK， 嗱咁啊現時咧賣緊咧就係1棟、2棟啦，同埋7棟、8棟嘅。現時值得嘅貨量咧就係2棟嘅75平方嘅西南方向啦。咁啊樓層咧仲有得揀嘅。同埋咧係7棟嘅86平方，同樣係西南方向嘅3房2廳2廁啦，亦都係西南方向嘅嚇。咁啊貨量咧亦都有得揀嘅。嗱咁啊現時101平方嗰個咧嚇貨量唔多嚇，得翻幾套啫嚇。所以話咧，如果大家對呢個101平方感興趣嘅話，歡迎咧盡早過嚟睇睇嘅。好啦，今日再望翻現時賣緊嘅一個價單嚇。咁啊現時咧大華悅庭嘅價單係9600蚊起嚇，大裝修嚇9600蚊咧到11000蚊呢個幅度嘅。OK。嗱咁啊，全部咧帶埋非常之高端嘅裝修嚇，裝修標準咧就我哋啱先喺示範單位咧睇到個交樓標準嚟㗎啦。咁啊，除此之外咧喺呢個基礎之上咧，仲送埋一個車位俾到你嚇，咁亦都話咧送裝修送車位嘅。好啦，今日再望翻呢個位置咧嚇，咁呢個係我哋嘅惠州一線林森嘅地方嚇，非常之靠近我哋嘅地鐵口啦嚇，雙地鐵口物業。唔單止靠近我哋嘅沙田地鐵站啦，亦都靠近我哋嘅坑子地鐵站㗎。所以話咧，如果大家想揾翻林森近地鐵口嘅物業咧，大華悅庭咧可以過嚟睇睇嘅。好啦，咁如果大家對呢個屋苑感興趣咧，不妨致電我哋嘅24小時服務熱線啦，揾翻 Tony 嚇，記住揾翻 Tony。嗱，睇咧 ，Tony 睇樓團咧日日開團嘅，我哋睇樓有免費專車接送，亦都唔收團購費喎。嗱，買新樓揾 Tony 咧，仲有額外優惠添。嗱，好啦，咁如果你有關注惠州樓盤咧，歡迎關注我哋呢個頻道啦嚇。同時，如果對我哋視頻感興趣咧，亦都歡迎你點讚啊、評論啊，或者係轉發俾你有需要嘅朋友嘅。嗱，好啦，咁我哋今期節目先到呢度咯，咁我哋下期節目再見啦，拜拜。